Podcast 顶管吼，有个人的声吼好听到，华语有一句话咧讲，你耳朵怀孕。欢迎收看台语真认得。大家好，我滚一边。大家好，我华视在地新闻的主播林永斌。大家感觉阮今仔日的声音敢有好听？大家有用？刚刚为什么安尼吉声？你袂当笑啦！无啦，咱安尼吉声吼，大家听袂落。咱还是用咱本来的声音，甲大家来开讲，天然的上好。啊，今仔日你吉声是要创哦？因为咱今仔日要讲一个主题 ，podcast。podcast 的即摆当流行哦，应该先安尼讲啦，因为这个 podcast 进行以前的广播，是，敢若听到声音，无看到影像。咱会感觉讲，其实这个广播的物件已经退流行一段时间啦。有当时啊，咱有一段时间，我讲吼，广播怎么听啊？嘿，广播已经怎么听广播？广播已经过时啊啦，敢若写尔，无像即摆电视啊，还是网络啊，吼，有迄影像共声。是啊，伊一段时间吼，大家拢一直咧看迄 YouTube。YouTube 就是开始变越来越侪 YouTuber， 大家拢走去 YouTuber， 伊做 YouTuber 就开始有订阅人数，开始人开始侪起了，伊通去接业配啊，讲做侪受到做侪人欢迎。要毋过吼，即马 Podcast 嘛是共款。Podcast 其实的意思就是讲，你敢若有法度听到伊的声音，但是你看无伊的影像，听讲即摆搁流行转来啊。是啊，因为有当时啊吼，你一定上班规工啦嘛，对，规工落来，就伫遐真电脑，伫遐真。目睭酸涩搁流毛油。你啦，毋是我尔，足侪人拢会哦。你无哦，你酸涩尔。我酸涩。你刷落来就要流啊，你还袂到流的程度，你就要流啊。你是经验谈吼。经验谈。啊，你真规工了，你做想要目睭叫昏，有个人吼会利用上班下班，你咧坐稳的时间，你就会当去听迄个 podcast， 你直接甲迄耳机啊，插伫咧内底，你直接听这种好听的声音，讲故事，讲做侪代志。这是一个原因啦，另外一个原因可能嘛是因为吼，大家看影像已经看到拢疲劳去，影生气啊，已经无兴趣啊。是啊，因为即摆网络顶管吼，物件吼要淘汰吼，太紧，物件嘛太济咧。是啊，所以即摆大家颠倒讲，像咱拄则有讲这个原因共款。咱咧运动的时阵啊，咱咧坐稳的时阵啊，都总是希望讲有啥物物件来甲咱陪伴。是啊，迄个时阵，咱的目睭无闲去看影像，有一个声音伫边仔甲咱陪伴，你会感觉规个心情加足快活的。伫对会当，你会当听这 podcast 的节目。我毋知。你毋知哦？像我用 iPhone， 伊手机啊顶端，伊就直接有一个 podcast 的定式。好。咱若像我无要安怎？你来去找这 Spotify、Sound On，还有 Google Podcast。会了听到足侪人类似广播互你听呢，放送互你听呢。你伫 podcast 顶端，你要安怎开会当受欢迎？声爱水，声爱好听，像我呢。咱讲声。你即马大概观众朋友，你即马会甲参考我的评价。听我的声音敢好听？我是安尼感觉，你也要问我的意見，我也是感觉你的人甲声做伙看，會較好啦。較好聲啦，人緣投搭，配着我好聽的聲音。加分嘛，對無？不過話講倒轉來啦，這個 podcast 也是愛靠聲音來甲人聲。podcast 頂管吼，有個人的聲吼好聽到，華語有一句話咧講，你耳朵懷孕。就是聽到耳仔拍的意思就對啦。是啊。聽你安尼講的話，咱是不是嘛？甲咱的鄉親、甲咱的朋友介紹幾個啊？即擺網絡頂真紅，這 podcast 的節目。咱即擺針對有咧用台語來講故事的來介紹。好來。第一個。對，來。牽囡仔的手來聽囡仔講。這個 podcast 節目吼，較適合迄種大人帶囡仔做伙聽。對。所以伊有一個講出濟囡仔的故事啊，囡仔台這種物件，適合囡仔學台語的時陣就去聽。
牵囡仔的手来听囡仔歌，对对啦，甲伊的名同款啦吼，就是像拄则咱规迄边讲的，会当互家长带囡仔做伙来听，这是专门为咱的囡仔朋友来制作的一个音频的节目，嘿。啊，过来，一声好啊！好，一声好啊，是由家己阮剧团录制的节目。嘿，伊咧介绍就是讲吼，咱台湾的在地文化分享剧团的大细项代志啦，还佫有放上这个音乐的剧场。嘿，你若有兴趣，你就使锁定这个一声好啊，安尼。佫有另外一个，嘿，来叫做台湾人台湾事。哦，听这就知影讲你拢咧讲一寡新闻，讲一寡时事啦。系啊，你若讲要知影以前甲台湾的历史甲文化吼，嘛讲真侪这个台湾的事。人物的事迹，其实吼，伊互我较有印象足深的吼，就是吼伊讲侪足侪女性人物的故事。所以早期台湾人真请的这个人物，伊嘛拢会伫咧遮讲，互大家知影。像讲19世纪的晚期暗期，伫咧台湾传教女教师叫做张昌明。张昌明，我本来一直以为伊是查甫的，结果伊是查某的。啊，佫有另外一个台湾第一个女医师蔡阿信。蔡阿信，啊，佫有另外一个第一个日本第一个来日选到日本帝国美术展览会台湾女性叫做陈静。哎呦，讲这个女性台湾人在地台湾人的人物的故事。原来咱台湾的女性这么啊牛哦，拢唔知影你看。是啊。系啊。啊，佫有另外一个叫做土豆林甲圆仔花。这听起来就感觉安尼。趣味啊。趣味深色的一个节目的内容吼，啊，有影伊嘛是用趣味的这个开口，甲大家来讲一寡咱台湾的民间故事啊，咱台湾的在地故事啊，吼，比如讲嘛有讲一寡台湾乌鱼的故事啊，啊讲啥物古井的故事啊。古井哦，啊，佫另外民间传奇。佫最后一个，过来，嘿，这个听这名听起来吼，我感觉我做兴趣的。叫做故事杂菜鸡。哦，就是啥拢有就对啦。是啊。安尼拢男的安尼就对啦。是啊，伊其实吼是夹角托剧团。哦，夹角托剧团嘛算介有名安尼就对啦。是，伊嘛是用台语来讲各种的故事，譬如讲世界经典的囡仔故事。囡仔故事。对。啊，佫有咱原住民的传说。是啊。反正就是杂菜鸡嘛，啥物故事拢讲。啥物拢甲你讲，啥物。国内国外，咱的啥物多民族个，拢甲你讲，啥物故事拢甲你讲。啊，其实听声音就是一种的陪伴啦。咱讲空中，以前空中的播音。空中再会。后一个咱空中。对啊，咱以前嘛是拢听广播节目大汉的啦。啊，咱以前啦，像咱的士大人啊，咧无用做生理啊，啊因吼目睭无用啊，手无用啊，耳啊就会爱听迄个。拉里有咧放送，阮阿嬷咧伫咧厝里呢，坐的时阵咧纳凉的时阵，啊伊就甲迄拉里吼，可能试落，啊放伫边啊，啊伫遐风啊，伫遐听。啊伫遐拄久啊。嘿啊，其实听 podcast 吼，为以早来讲，为以早甲即马看起来吼，伊是一个足轻松的代志。所以伊的概念应该就是甲听即个广播电台。差不多意思，样歌。只是伊嘿，就是伊迄个咧听的迄个物件无共款。咱以前是用拉里奥听，即摆是用手机啊听。我伫读大学的时候，我读世新大学新闻，读新闻出身的嘛。我有一个老师，伊就常常咧甲阮讲吼。媒体啊、报纸啦、广播啦、电视啦，伊即个种物件吼，伊袂消失。袂消失，伊只是用无共的方式来呈现伫大家面前，佮重新出现，对着迄时代进步。Podcast 就是一种的，所以比较较有危机感的，就像这个收音机啦、电视啦，这较有危机感的。咱移动去用手机啊代替啊。电视你讲花絮吗？不，我意思就是讲。哎呦，伊的内容但是你要去了解迄个时代的趋势啊。是啊，咱欢喜嘛，但慢慢开始要改变。我讲的是迄个物件，就是拉里奥这个物件，甲电视这个物件，拢有手机啊代替啊。是这个物件，不是花絮。所以这都是咧制作、咧做拉里奥、甲做电视的人，较有危机感啦。用听其实开始慢慢流行 ，YouTube 嘛是咧流行，样个 Podcast 是慢慢变起来。好来，咱即马讲到声音，耳孔，嘿，耳孔，你像我耳仔遮尔大吼，
你耳仔够大？我耳仔遮大呢，还好所以呗。我听声音嘛袂较大声一点。你听声较大声。你啊，我要听物件，听啊，有当时迄声音吼，做惨，你听起来，你就感觉好歹听啊，听会溜去。我听会去，你台语了讲。听入耳啊，入耳，嘿，所以咱若搁要讲这个声音要做节目，要用声音来做节目，你就爱这个声红听袂入耳。声足好听嘞，声足好听，对，红听啊啪啪啪啊，拄则毋是有讲，耳啊，行，啪。哦，知无？还就是形容讲你声足好听啊。是啊，听了足白醉的安尼，规个人拢醉咯。像我的声音。所以上好是啊。你也像安尼细声幼啊。咱会讲哦，伊声音真幼声，嘿，听到安尼真有气质，嘿，听到安尼心肝底拢安尼扭起来，幼声，过来。幼声你幼声。嘿啊，就拢扭起来咩？嘿，塞咱的声，嘿，过来。你也声足歹听嘞。声足歹听就牛声尾啊，有吗？牛声尾啊。你定咧形容讲诶，你唱到迄歌是敢会听哩？牛声尾啊。是讲，你莫叫我唱歌，我这牛声尾啊，我毋敢唱。哎呦。你有啥物？个另外一句。这我来讲。一声应交在，无声毋免来。这意思是咧讲啥？有当时啊，以前咱咧看迄播迄歌戏，歌戏你爱唱唱歌唱了足好听，你可以当演戏，因为唱歌是基本的嘛。是。即马嘛会当起来形容讲吼，你会听广播的时阵有无？你听广播的时阵，你声音嘛是爱好听啊。你口才好，你可以当做播音员啊。这个意思就对啦。一声应交在。无声你毋免来。对。还有另外一个吼，咱有当时啊吼，看艾琳啊，有当时啊我看你伫遮咧表演的时阵啊，袂当，咱就伫遐搭水果。咱两个就是像这样搭水果嘛，是啊，搭水果啊。咱两个就是一直以来拢咧搭水果，名无咧。等一下，你今仔日讲到 Podcast 这项物件吼，就是吼。我等下嘛要来听。我甲你讲，一定爱听。伊即种物件吼，你只听声音，你哪听，你会当哪做你的代志。所以咱安尼就搁回到一个主题，咱的台语爱练到足标准的，安尼人用听才听有啊，对无？咱以后咱嘛来做一个 podcast 好啊好啊，咱讲话咱就爱安尼。后回继续收看咱。千万不可，咱一定要用咱自然的声音，用自然的声音。因为其实我声音本底就好听。对啊，你干嘛？你声音本底就好听，你是主播啊。你干嘛要吉声？咱就用咱本地声音讲就好啊，对无？嘿啊，爱听你就来，唔听你就退。唔听就说啊。我会嗨啦。后尾就是讲继续收看咱的台语真面的。我会嗨，我即摆拢学你讲唱声。你拢好诶，唔团啊啦，排进不断安尼啊。后回这时间继续收看咱的台语真面的，拜拜。